Hello，大家好啊！又到咗阿邊每日談天論股嘅時候啦。咁呢幾日繼續喺度做我嘅節目，每日一牛股啊，都幾好玩嘅。5分鐘內講一隻牛股，再先講講呢幾日嘅情況，我覺得都係一個幾好嘅欄目設計。我會繼續做落去㗎啦，就算我去旅行都會做，因為只不過抽我5分鐘時間。但係前提係我會睇咗好多嘅我已經訂閱嘅頻道啦，同埋有啲係收費嘅 Patreon 啦，咁學到好多嘢，我先分享俾大家嘅。咁所以都係精心嘅研究之後嘅作品啦，唔係求求其其㗎。咁嗱，我今日先講幾件事先。第一個我發咗張圖，呢張圖就係話美國有2個法案喺度審批緊嘅，就係其實對呢個幣圈影響好大嘅法案，就係點樣定義將呢個數字貨幣嘅比特幣、以太坊同埋其他嘅一啲山寨幣區別起身，即係有啲係由呢個證監會審啦，另一批就係另一個地方審批嘅。其實呢個好重要嘅，因為有一啲銀行會攞啲比特幣同以太坊做儲備嘅。如果佢全部都係要證監去審批嘅話，有時係好麻煩嘅。如果呢個法例通過咗之後我諗以太幣同比特幣嘅價錢係會升嘅。呢個一個啦。咁另一個法案就睇翻啦。咁嗰個法案我覺得都好重要嘅。咁所以近排呢個幣圈個價錢喺度不斷波動。咁大家其實都唔使太擔心。即係我再次講明一樣嘢，就係話你唔好去做任何嘅結構化產品，即係衍生品，即係做一啲加幾多倍槓桿啊、做空啊、做多啊咁樣，你就唔會有咩問題㗎啦。長期咁 DCA 比特幣或者係你覺得以太坊都 OK 嘅，都可以慢慢買啲咯。但係我就唔推薦買以太坊嘅，因為我淨係睇中比特幣嘅啫。呢個係我個人睇法。但係有啲朋友係覺得以太坊個升幅係比比特幣高嘅，按照你自己嘅諗法嚟做都 OK 嘅。第二個新聞就係講OpenAI 啦。OpenAI 好好笑，可能呢排太旺啦，又話自己明年2027年26年、27年上市嘅最低嘅 valuation 都可能要1萬億以上，可能成為咗我哋預測嘅 AI 泡沫爆破嘅一個標誌，就係 OpenAI 上市。但係我覺得我唔知道可唔可以捱到2027年上市嘅。我覺得最好今年可以上到市，應該冇問題嘅。我覺得2026年、26年、27年成個股市係會一個好大深程度嘅回調嘅，我感覺啊。所以嗰個時候上市未必係一個好嘅時機啊。不過呢啲係我個人預測嘅啫。另一樣嘢佢今日 OpenAI 嗰個老闆嗰個 CFO 講啲乜嘢好搞笑。佢嘅意思就係話OpenAI 以後發債又好，融資又好，佢可能會得到呢個聯邦政府嘅做呢個擔保嘅，即係等於納稅人嘅錢嚟幫佢擔保嚟做。其實只不過係講俾人聽，佢哋係大而不能倒嘅。但係呢樣嘢好快就俾呢個政府嘅 AI 嘅顧問就否定咗啦。佢就話其實全美國有5大呢個做大模型嘅公司，OpenAI 只不過其中一間。就算 OpenAI 執笠都唔影響呢個 AI 嘅熱潮嘅。所以佢哋唔會話淨係救 OpenAI 唔理其他公司，或者係為咗 OpenAI 唔執笠就會用納稅人嘅錢嚟幫佢哋做呢個墊底嘅。咁呢樣嘢其實都導致咗 AI 股票有一定嘅下落。因為我覺得而家 OpenAI 玩緊一個遊戲，咩遊戲就係供應鏈嘅遊戲，就係佢攞到啲融資，佢就去買 Oracle 嘅服務， Oracle 嚟攞啲融資去買呢個 NVIDIA 嘅卡，NVIDIA 投翻俾 OpenAI， 咁咪玩緊一個內循環。但係呢個遊戲最後會結局係點呢？即係冇人知道。但係以前嘅案例 Cisco 都玩過類似嘅玩法，就係佢哋不斷買啲設備俾啲下游，啲下游又投資翻俾 Cisco， 咁不斷咁轉嚟轉去，其實係冇增值嘅。但係就迎合咗資本市場可以炒作嗰樣嘢咯。而家都玩呢樣嘢，但係你話有冇泡沫呢？咁樣？其實好多人都話 AI 嘅泡沫，我個人感覺係咁嘅。AI 嘅泡沫
做 AI 應用嗰啲係有個泡沫嘅，因為佢哋攞嚟做一啲叫 AI agent 啊、垂直應用嗰啲咧，其實好多時候都未必賺到錢嘅，因為你收費太高咧，啲客戶係唔會用嘅。因為而家大部分嘅模型都係免費嘅，所以你去做一啲收費，我其實好難收費。但係如果你又要收好多錢嘅話咧，咁咪好難搞啦。咁當然利用資本市場先上市，用一筆錢冇問題，但係呢一個係唔持久嘅，因為企業最終都係睇你基本面賺唔賺錢。如果你基本面都係蝕錢嘅話，呢個泡沫始終會爆破。但係另一方面咧，就係做一啲賣產嘅公司啦，例如英偉達啊、AMD 啊、台積電啊呢啲，反而就佢個泡沫就唔好大嘅。因為點解咧？承接佢哋嘅人就係一啲買顯卡嘅公司，咁佢哋真金白銀去同佢哋買顯卡嘅。所以點解呢排黃仁勳琴日喺個論調話中國 AI 會成為未來嘅地球嘅主力咧？咁我覺得都有道理嘅，因為而家中美喺度鬥爭，中國已經明令咧，政府部門係唔會再去買呢個英偉達嘅卡㗎啦。咁啊，英偉達咧其實冇咗中國市場咧，我諗都係分分鐘嘅事。咁啊，當然係倒逼我哋啲國內嘅一啲企業咧，去不斷咁更新換代做好嘅英偉達嘅類似英偉達嘅產品啦。其實呢樣嘢係一種好嘅激勵嚟嘅，我覺得反而係好事嚟嘅。咁但係你話英偉達冇咗中國市場，佢嘅業績會點樣下調咧？咁樣真係唔知。但其實講真咧，消費咁貴嘅英偉達嘅卡，或者係不斷咁樣消費嘅，都係啲美國巨頭嘅啫。歐洲啊嗰啲公司其實係買唔起嘅，甚至係佢哋嘅資金係冇可能去維持呢樣嘢嘅。所以我覺得中國未來啲替代產品，可能佢嘅個產品比英偉達嘅能力低大概20%度，但係佢個價錢可能會低50%甚至80%。其實佢競爭力都好大嘅，所以我覺得如果未來有啲 GPU 出咗產品同英偉達唔好話100% match 到啦，有一半嘅算力嘅話，我諗到佢都好好賣，因為平啊勝在。因為你諗下英偉達點解個估值咁高咧？佢嘅孖準好高嘅，佢賣一張卡就以前有個比喻，就等於賣10部 Tesla 賺嘅錢。咁你諗下，我賣張卡一個盒裝住賣俾你，同我賣10部 Tesla 俾你，你諗下邊樣嘢好賺錢啲啦？同埋物流成本幾咁低先得嘅。所以呢個泡沫係會有嘅。咁啊，所以大家要拭目以待。另外咧，今日都有2個新聞，今日可能會講長少少嘅。一個咧就係其實中國而家不斷咁買呢個韓國嘅芯片同埋設備，因為其實中美鬥爭咧，其實中國肯定係會唔想買咁多美國嘅嘢嘅。咁啊變咗得益就係韓國佬啦。咁啊韓國人咧就，所以呢間有間公司叫 SK 海力士啊，哇！你睇睇佢個股票升得好犀利。點解咩原因咧？就係中國抌好多錢去買佢啲嘢。因為佢啲嘢係可以替代美國好多產品嘅，特別佢啲內存芯片啊，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係真係大家留意一樣嘢啊。所以啲三星啊、SK 海力士啊，我諗未來嘅升幅都可能都唔錯嘅，可能真係因為又得益咗呢樣嘢，個市場一來市場唔錯啦，二來中美鬥爭啦，三來佢哋嘅產品可以填補美國嘅一啲好多產品嘅空白啦。好啦，今日就講到為止啦。聽日再同大家分享。咁啊喺其他頻道會見到我有每日一牛股推薦嘅。咁視頻到此為止，拜拜。好啦，又到咗每日一牛股嘅節目啦。今日我推薦咩股票呢？就係呢一間啦，SanDisk 呢間公司其實好老牌㗎啦。我諗我細個嗰陣時，僆仔10零歲我都見過，我哋用過 SanDisk 啲卡㗎啦。其實呢個咧內存卡而家係好睇好嘅。點解咧？因為而家咧因為有個 AI 嘅專家預測咧，英偉達未來會收購嘅公司咧就係呢啲內存卡公司啦。因為內存卡咧而家影響咗成個算力啊，入邊佔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啊。所以英偉達可能未來會收購，一係就美光啦，一係就係一間叫 SanDisk 嘅，都係美國嘅最大內存芯片公司。咁啊，呢啲內存卡咧公司咧，其實喺美國仲有幾間嘅，一間叫西部數據。咁啊喺中國咧都有好間而家 A 股做嘅。我哋有高山同學咧叫做八全嘅芯片咧，又係做呢啲內存卡嘅。咁啊都做得唔錯嘅。咁啊去嗰邊講，因為 GPU 好多時候係一個閒置嘅狀態，一等待係因為內存卡嘅芯片嘅需求問題。
所以呢方面嘅需求係越嚟越大嘅。所以點解美光咧前一段時間呢隻股票係好難炒嘅？點解呢排升得咁好咧？就因為而家 GPU 係好需要不斷更新啲內存卡，所以佢哋就佔咗呢一樣嘅優勢啦。咁呢間 SanDisk 睇睇呢個股價圖非常之靚仔啊！其實呢市值唔高嘅，幾百億美金。咁未來有可能會俾英偉達收購，但係我唔個估啊。但係未來發展都唔錯嘅，同埋呢排美銀又提高咗佢個評級，所以大家記住一樣嘢，個股市咧係啷嚟啷去嘅，大家啲咧仲係低估嘅，或者未來大家睇好嘅行業咧公司咧，佢只會繼續升嘅啫。所以呢種股票咧，大家留意逢低吸納 DCA 策略啊。我再保證一樣嘢，我講嘅所有股票都係我可能會真金白銀買股票。如果我自己覺得係老千股或者係唔掂嘅股票，我係一分錢都唔會買股票，我絕對唔會講嘅。呢個係我呢個視頻嘅原則啊。當然投資有風險，入市要小心。好啦，每一隻股分享到此為止，拜拜。